為後隨你永遠地中地。點解你有隻長臂公主，莫言公主，莫不是公主去幽魂現眼？唔會啊，就見公主幽魂現眼，都唔會俾我弄污。莫不是公主，好等我後門一問。只係聲言香港機，我亦手持禮貌，都未願同去師傅開門啊！哎呀，點解去閉門？好，等我開門而去先家。師傅，請問你貴姓芳名啊？係貧道俗生姓岑，法號慧清啊！你叫慧清啊？係。曉妙雞往事滿城眼影。如何懷舊聲啊？古世嘅妖情啊，依樣依勁，紅煙依勁，我口口樣子。令我驚啊！天子紅顏明，我願起凡塵，本空如和清軒。考經所世情，雖則要把夫妻認，放下腰，扣暗東來輕輕，峨眉公主。哎呀，施主，你叫喚何人啊？我叫喚公主啊。公主係施主，你何人呢？公主係我個妻房啊！施主，你叫喚妻房，應該在家中叫，房中叫，何解我叫到嚟佛門清淨地嘅呢？
真係破事，公主係咪？好，等我試下海之家。點解佢嚟到嘅呢？我向前行行坐，愛盡經過間傾。你可有懷海同同口經令可我於暗無聲月知海靜一對眼都也無人同驚啊！哎呀，公主，你喊啊！唔通你就係公主？施主，你錯啦！皇帝係為我哋而死嘅，試問我哋又點可以唔喊呢？應屆，我自己去啊！哎呀，唔得嘅。唉，師傅，我居然未有放anchor，但係點解我有個夫人假事啊？點解夫人假事做下
有一男一女㗎。係一個係金童，一個係玉女。哦，一個金童，一個玉女。師傅咁係唔係有烏姻以來就有金童玉女永不分離㗎？係。哦，師傅點解一至皇城隨後就由翻一個金童，唔見到六個玉女啊？哎呀，出家人名塵世事，施主請上香啦。好。我真係有嘢
歲玉女去求情。驸馬爺，驸馬爺。唉，公主你肯認我啊？啊！郎有千金愛妾如三分明，不應還須認，頓情不經更痴情，倘若劫後鴛鴦重合拼，點對得住杜鵑提鞭13
我